財富係你內在狀態嘅一個反應，身心靈合一開始咧而出現嘅產物。身體健康就係我哋財富嘅根本，你冇健康咧，再多嘅錢咧你都享受唔到啦。心靈心態會決定咗你去點樣創造同埋點樣用錢嘅。有啲人咧好有錢，但佢每日咧就活喺好恐懼啦、好驚入邊。有啲人咧可能相對地錢係有限，但佢每日咧都活得豐盛。呢個係你心理嘅狀態，而唔係錢多與少。當你情緒穩定，你自我價值高嘅時候咧，你自然會創造更多嘅財富。靈性，我哋人生嚟到呢個世界咧有靈魂使命。當我哋懂得將錢同埋靈魂使命結合嘅時候咧，啲錢咧就更有價值。如果唔係咧，就變咗呢啲錢只係一個數字。而我願意讓啲錢咧活得有靈魂嘅話咧，我可以去布施，我可以去幫助世界，去創造更加多嘅價值。所以要將身心靈合一，先至可以創造更多嘅錢。真正咩叫有錢，咩叫窮呢？窮人其實係冇自我嘅連結，呢個先叫窮。你唔知道自己係邊個，你唔知道你為咩而活。就算有錢，呢一世咧你都覺得好空虛，過度依賴咧外在嘅一啲物品啦、外在資源啦，甚至乎其他人對我嘅認同啦，呢啲咧其實係靈魂飢餓嘅一個表現。最深嘅貧窮係你唔記得咗你自己係邊個。真正嘅富足係由你了解自己、自愛同埋靈魂覺醒，揾到你嘅靈魂使命開始。